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这样的画面、被这样的声音感动？为什么我们总是看着看着就会眼含热泪？因为我们爱这个土地，这个土地上的人们懂得相互关怀。很抱歉，因为我们记者因为通信车的原因，不能把信号及时的传送给大家。當日熱情言不盡，今日熱情言不盡，就算怎都好，你怨我更加怨，共跨進攬及暖甜和酸，才可以算是共存。能共患難才是認真的友誼。抬頭吧，相信愛你便能飛，敢交出你會創出傳奇。變幻人生是避無可避，卻沒人可驅使愛別離。抬頭吧，黑暗過會是晨曦，懷着樂觀總有轉機。今天珍惜，今天逢凝望我心所愛的你，我已彷彿會飛。今日像明日一樣，今日任何日一樣，就算怎辛酸，愛護你我甘願。溫家寶到咗當地一個俾無家可歸災民暫時棲身嘅體育館視察，即係孤兒室，我又探望咗一批孤兒。抬頭吧，相信愛你便能飛，敢交出你會創出傳奇。變幻人生是避無可避，卻沒人可驅使愛別離。抬頭吧，黑暗過會是晨曦，懷着樂觀總有轉機。今天珍惜，今天逢凝望我心所愛的你，任路長天和地。别哭啊！别哭，这是一场灾难。你们幸存活下来，就好好活下来。變幻人生是避無可避，這份情愛卻永不會死。抬頭吧，黑暗過會是晨曦，懷着樂觀總有轉機。今天珍惜，今天逢凝望我心所愛的你。